喂，OK，好，咁多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參加第一屆嘅歌唱比賽。我係今日嘅主持喬治科。首先介紹翻今次活動先。今次嘅活動係由呢個九記同埋呢個拿夫於車房海南餐廳、土妹傳媒大麻鋪同埋九記自己贊助嘅。咁我哋而家介紹下裁判先。第一個裁判煤氣罐，跟住第二個裁判毛希娜、武景川，第五個莫動心。第六個雷諾，之後喺開始比賽之前呢，我哋請咗兩位特別嘉賓為我哋唱一唱《旺旺嘅場》先嘅。而家有請張敬軒出嚟為我哋演奏一首。大我。人自身這大時代，投入幾分競技賽，曾分開，曾相愛，等待跟你未愛的愛，你說悲不悲哀？以後最好聽。淚是誰的憔悴，灑滿地的心碎。我一個人的冒險，一個人的走位，一個人想着一個人演奏的淚，這不是錯覺。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，我在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裏會有幸福？幸福，好幸福，斷撚晒氣。Thank you。哇，好，咁好多謝阿黃老師演出啊。咁我哋有請裁判俾分啦。我想問煤氣罐，你對佢有咩評價？我覺得佢就唱得好投入嘅，好有中氣啦。俾6分。我覺得佢毀咗我好中意聽嘅歌咯，我俾個4分佢。咁啊，只可以我嘅 comment 就係全是感情咯。我係佢個仔啊，我代佢答啊。搞撚。係，你答啊，你答啊。咁啊，我爸爸話咧，佢咧就好努力㗎，見到，但係咧就可能呢個五音有啲不全啊，所以咧就俾6分佢啦。天進咧，係佢啲震音啊、感情咧，呢啲真係唔係好高，得5、6分。總括嚟講就俾5分啦。咁到阿莫動心咧？我覺得最有進步空間啦，我俾4分。咁佢進步空間好大喎。好，咁今日黃老天暫時係攞30分嘅。恭喜晒！得啦，屌多撚個 DSE 啊，得啦。其實我都好滿意啊，咁就即係基本功就係咁啦，發揮就有噶啦，但係進步空間，我覺得自己頂撚晒啦，應該冇乜可以進步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有請第2位嘅參賽選手阿溫書夢。我哋而家有請評判俾評論先，都係照舊煤氣罐先啦。有啲地方就唔係好入咪啊，但係都唔算太大影響嘅。我就俾8分，唔係8.5啦。好高分啊！咁到毛希娜。覺得除咗副歌唱得幾有，即係個調好似啱啲，都好似唔啱，咁我俾個8分佢。好，到武景川。同煤罐一樣啦，都係有啲位唔係好入咪啦，不過影響唔大啦，8分。到阿雷諾咧，到雷諾。冇咩好講啦，8分啦，唔該。動心。果然雷諾嘅真係傻噶。我覺得換氣位有陣時唞唔到氣咁好似，我俾6.7分。好，到樂天進。係，我假音會俾8分啦，感情上就7分。但係我覺得佢欠缺咗用頭聲嚟唱歌，咁嗰度呢度得5分，同埋佢轉音嗰度扣咗分啦，臨尾嗰 part 就得8分，所以總括嚟講8分啦。溫書夢暫時攞44.2分嘅，暫時係全場最高啊！好，呢一位選手係重量級，佢係叫做黃亞馬，我哋有掂10分，係咪低調係啊？嚇真係㗎，咁樣大單，又嚟。可唔可以俾定0分先啊？多謝黃亞馬嘅表演，我哋下一位。咁我哋咁多位裁判咧就一致決定呢啲就 skip 咗佢啦。喂，多謝。黃亞馬嘅演出啊，叫黃亞馬識直播。識直播。即刻扣1分。煤氣罐嘅意見先，對黃亞馬。唔撚使問佢啦，屌。0分。好0分係咪？冇問題。咁就其實本身咧，冇得話冇想像中冇咁想像中咁差，都係唔錯嘅。氣聲方面佢處理得好啲啦。
音準可能可以唱高少少啦，唔使咁低咁樣。諗唔到啲咩評價，唱得太低音咯。我俾3分你啦。我會俾4分黃亞馬咁啊，1分係勇氣分啦，1分咧就係佢副歌都唔算太難聽嘅，佢俾1分佢啦呢度。咁剩低嗰2分咧就因為聽到劉浩龍唱得幾好聽，咁啊4分啦。1分就做。我爸爸話咧，咁啊佢會俾7分，高分。因為咧7分，因為咧個3分係點解冇呢啊？佢唔係唱低調係咁啊7分咧就再扣1分，因為佢冇禮貌，講粗口會話俾老師聽。繼續啊！我哋到莫動心。覺得佢跟得上嗰首歌嘅，音準就低得滯，就俾個6分佢嘅。喂，森哥，問你個問題啊！到跟到個伴奏唔係應該基本嚟嘅咩？係，我想問佢一個問題先啊。係。你揀呢首歌係咪唱俾在場其中一個女仔聽係啊。 ？OK，哦，咁就感情分就9分啦，其餘應該都係0分嘅。你鼓起勇氣唱俾現場某一個女仔聽，九唔撚搭八嘅羅天但係唱歌嚟講，你都算好聽㗎啦，我覺得2分啦。我唔係係低過嗰個黃浩天啊！屌啊！唔係低3，暫時你低3分。全場最低。唔係真事啊！多謝黃亞馬暴力啊！去即場被 DQ。個女仔話：如果我上去唱，就會同我一齊。創月欣，我愛你啊！是你不想我啦，甚至不找我啦，無非幾天變化，就像怪我幾千百。難道你共我親吻抱擁之後竟有偏差？不想和我好，不如這說真話。多謝大家。哇，好撚好聽嗰啲，好撚好撚好聽，我黐線，好好聽。多謝。阿妹好嘢。好聽我真妹。係冇介紹錯啊！真係好好聽啊！我哋而家聽下評判意見。更完美啊！天籟之音啊，9.8分。係9.8分。咁你其餘嗰0.2係輸喺邊咧？呢啲少少進步空間，希望激勵你去進步。好，到霧希南。 good 啊 good 啊，諗唔到講咩？9分啦咁。 9.5分啦。咁啊，剩低0.5分就係留翻個進步空間俾你去突破自己。咁啊，我爸爸話咧，佢咧就咧8.9分啦，咁啊有1分係佢有少少咧，就好似唞唔到氣咁樣，跟住0.1分你係中途咧有個屌你老母。咩啊？乜撚嘢？你講乜撚嘢啊？我會話俾8分嘅。唔好講粗口啊！禮貌嗰2分咧，嗰2分衰在就係未同我出去拍拖。咩話爛啊你喺邊啊打除啊！屌你老母！我會俾8分嘅。首先佢假音同埋轉音嘅位做得幾好，但係唯一一個缺點咧就係佢個聲好薄啊，好唔夠實啊，好散啊。呢個位係要注意嘅自己。都非常滿意㗎啦，畢竟我都知道自己有少少緊張啦咁樣，咁同埋評判俾嘅評語都好中肯，好受用。平時係有出去唱歌嘅，我有喺餐廳啦，同埋喺醫院度做即係都 busking 啦咁樣。多謝支持我嘅大家啦，咁樣我以後咧會繼續努力啦，希望可以更加進步咧。咁另外都喺呢一度咧，就希望大家可唔可以幫人哋拉票啊？希望大家支持上官雲同埋上官浩啊，我家姐同埋牙哥啊，佢哋唱歌都好好聽，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，多謝。我爸爸話呢個0分，呢個0分。其實10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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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分。杜鵑喺天邊飛過，為情所困總會有幾個。熱議泛起肆意傲氣，變得孤僻，同一首歌不停咁點播。似個醉漢不太清晰，鬧市中總有你身影。上映台 I won't forget sun's rolling on the shine。捱過生火爐，困過火爐，過火野上天築路，假裝糊塗上天築路，告別了五岳大圖。我覺得咧，嗱，首先你揀呢首歌咧，我覺得我俾底分俾3分你啦，歌嘅選擇上面。咁但係咧，第一粒 beat 啦，咁同埋咧有啲位咧，就係佢突然間轉低音嘅時候咧，你係跟唔上嘅，即係畫面被沉默地大過嗰句咧，你係完全甩撚咗啊！講真嗰句，個音又轉唔出，所以俾盡你就4分啦。歌有3分，你唱有1分咁啊，4分。我俾5分嘅，抽緊。因為咧首歌值扣5分。
點解扣咗5分咧？因為佢夠我咧開2倍單。點解會有4分咧？我覺得你作為一個 rapper 嚟講啦，咬字都叫做 OK 嘅，即係都起碼叫聽到啲字啦。其次你係勇敢嘅，呢首歌係難唱嘅，你都夠膽上嚟唱呢首歌，所以我覺得呢4分係值得俾你嘅。上官浩係拎到呢個29分嘅，唔使灰心，唔係最低分。係，多謝。老實講咧，就有啲唔滿意嘅。咁啊，因為我覺得呢個批評我唱歌或者係呢個 delay 嘅問題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嗰啲咩雙倍單啊，嗰啲唔知乜鳩嗰啲唔撚知，嗰啲係想打柒佢嘅。OK，咁你是有呢個審美疲勞啊？我請一隊出嚟跳一跳舞，和一和先繼續。好，咁我哋而家由博先尼隊。你攞個仔咩事？佢隻手係咩事？係咪有唱歌㗎？呢下好有 feel。好勁啊！講真，呢個全場最高分，喂，9撚啊！走啦，翻屋企啦，翻屋企啦，跳走啦，我哋兩個。我覺得你兩個仔好得意啊，我俾10分。真係 OK。覺得佢哋好有心啊，其實同佢個 MV 真係好似喎，俾10分。呢個位我只能夠係俾10分啊！講真嗰句。有份就係俾10分噶啦。我覺得我都有份參與咧，呢份我覺得好特別嘅，所以有10.0。唉，10分啦，屌！我覺得10分啊，好睇過姜濤嗰啲跳舞齊到撲街。我想知道其他參賽者點樣玩落去。好，而家我哋有請呢位參賽選手上官雲。咁啊，今日會唱首歌係叫《只是太愛你》啊。因為我不知道下一輩子還是否能遇見你，所以我今生才會那麼努力把最好的給你。咁我就唱半首，多謝大家。我覺得好感動。咩話？聽到好感動，不過我哋唱得一半，我搞咩啊你？我諗住俾9點幾分你，不過你唱得半首我要扣分，8.8啦，好似張敬軒過咗嚟咁樣。我覺得呢首歌唔啱你，冇感情，俾6分你。 7分啦，但係下次唱晒成首會比較好少少，咁樣有啲到喉唔到肺。我呢就8分啦，因為咧唱半首就扣2分啦。我俾7分啦，就因為又係冇同我出街嘅。5分個原因就係比原 key 低，其次就好冇感情。雖然個分好似唔係特別高，但係上官雲都攞到41.8分，暫時第3名。整體嚟講，我滿意嘅，因為最主要我參賽都係為咗陪我嘅屋企人嚟玩嘅啫。好，大家聽咗咁耐歌都會有啲攰啦，係咪啊？大家係咪好肚餓？咁不妨去海南餐廳買份嘢食。海南餐廳咧，每個員工咧，每日都好盡責咁樣嘢為大家煮美食俾大家。都唔係我蘇亞細先喎，手跳啊 MC 搞咩啊？咩啊？蘇亞細先喎，手跳舞啊？咩蘇亞細先啊？我都冇知唔知我係邊個？係咩？我屌你啊！我冇屌你啊！我哋而家有請蘇亞細出嚟。嗰個邊個？所以扣分喎。無論你想愛誰，在你掌握裏，我熱情隨時在手裏。誰也知夜夜與他那內情，可惜我瞎了眼睛。真相那需說明，而我卻哼不出半聲。誰也知夜夜與他那內情，甘心去做你報警，得到你的愛情，還要再得到你任性。敬堂啊，靜啲先聽喎，好聽喎。好
覺得佢把聲好好聽啊，好實淨，好口實啊。冇嘢講，10分好好聽，仲要用鋼琴伴奏。10分啊！佢呢個成件事係揾唔到一個位去彈佢把聲又夠口實，個 performance 係真係諗唔到有咩彈10分啦，冇進步空間㗎啦，盡咗。冇犀利犀利，即係因為要拉下啲平衡咧，所以只能夠俾9分啊。但係呢個嘅演出咧係10分嘅。咁真係9分定10分啊？係咯，得㗎，你扣1分點解扣先得㗎？因為最後嗰兩個先啦。屌，我都係俾9分嘅，因為咧後半段已經好聽到瞓着咗啦，聽唔到後半段啦。哇，咁都有得扣啊！邊個呢個佢會做瞓着都有得扣。我係俾9分嘅，扣1分嘅原因就係佢個家族個問題，我估都係佢把聲好薄啊，用力少少就會走音啊，聽到。所以佢有少少係就住唱，唔夠膽放嘅。多謝蘇亞世嘅表現啦。蘇亞世幾多分？好，主持。而家我哋有請我哋57.8落重本賣廣告嘅林俊熙海南餐廳度攞出嚟喎。其他嗰啲都俾5分，拜拜。全醒最鉗嗰個嚟。盧海鵬示威有冇聲？咁咧今日咧就唔唱天命啦，就唱第2首啦。咁就呢首跳唱嚟嘅，有啲難度，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啦。係啦，我想針啦，聽到嚟咯喎，有啊，繼續唱得㗎。黐撚線。你嘅時尚應該鼓掌，但我沒偶像，或是畫像，但靠咗飄。我哋而家有請煤氣罐。呢位先生，你涉嫌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，請一陣間完咗比賽之後，跟翻警署協助調查。而家唔係事必如你講，你所講嘅嘢，我只要俾1.5分你。如實太核突，你畫面太核突啦，1.5分。我冇諗過個跳唱係聽完之後我想跳啊，我想針啊，所以得翻1分，呢分都冇埋。但係搞唔掂啦，鉗親我啦，所以負5分嘅。我想問下，你知唔知呢個係歌唱比賽㗎？我知啊。係啊，大家記住。如果要跳舞，想學跳舞，想學瑜伽嘅，記得嚟海南餐廳揾我林俊熙，我會定期開班嘅。煤氣罐，你以後真係唔使見到個女噶啦。係，同埋我哋講好個雕唔見咗，你咁樣喺度問我可唔可以賄賂你咁樣我賄賂咗你。我哋請我哋嘅九記大家姐温子出嚟為佢唱一首歌。不你的事情想儲存愛你的記憶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與愛的秘密能一直延續，我相信我將會感到彩虹的美麗。呢位小姐，你涉嫌綁架公職人員，你綁架咗我個心，你跟我翻警署協助調查，10分。咁啊，我俾嘅分數咧就係15分，咁但係咧我驚俾人話我做馬，所以減1分。佢係我阿妹，減1分。大家同一個字頭嘅減多分，太遲出場減多分。咁啊，跟住唱得太暴露減多分啦，所以得翻10分。我爸爸話咧，原來咧吸毒拳都唱得咁好聽啊，咁我俾10分啊。我俾7分嘅，因為佢佢有冇同你出街？因為屌你老味，我同你出街扣3分係咪？只要拉分去平衡啦。我俾20分。都瑕疵嘅，如果你要講有啲轉音位同埋走音咯，但係真係好聽嘅，所以佢把聲係真係靚嘅聲底，同埋佢你聽得出佢把聲，佢唔會話好用力怕走音，佢真係會用到力出嚟唱。之餘佢係真係好清晰咯。我都會俾10分。聽下咧，聽到想喊啊！我心諗咧，我個女終於生性啊，長大啦，估唔到我生個女把聲生得咁靚啊，可以。其實唔關你事啊，你有冇諗過你老婆基因？我覺得其實我冇唱得咁好，緊張，好緊張啊，緊張到走音。請李賢泰為我哋出嚟唱首歌繼續。音樂、話劇、詩詞和舞蹈，糅合生命千樣好，攝入相補血難如電，虛幻如霧，哀愁和仰慕，這並非虛耗。何來塵埃飛舞？多謝各位。我諗我哋應該揾到一個全晚唱得最好嘅男參賽者啦，但可惜唔係女，所以得8.5分。結分之前有個問題想問你啊，李賢泰先生。你講啊。你2粒睾丸都健在噶嘛？健在啊，做咩？今日減1分啦，你做唔到原唱嗰個位噶啦。
咁啊，另外咧，咁啊扣多分嘅嗰個位就係你啱啱嗌嗰下咧，我覺得好似嗌得唔係幾好聽啊，咁啊8分。一係你上嚟表演下咯。講馬唔代表識賽馬嘅，減多分啦，減多分啦，7分咯。你中意？爸爸話咧8.5分啊。 OK，你爸爸有冇講咩原因啊？佢冇，竟然冇。咁我因為咧唱得係幾好聽嘅，不過咧有咧係因為下好似有少少走音啊，有少少咯。唔係啊8分嘅，同陳奕迅爭一樣嘢有唔同，就係你有2粒，佢有1粒。咁我俾9分你嘅，咁你暫時咧係籃板最高啊，攞到50.5，你而家暫時係第4名，第4名係咪好犀利啊？而家邀請博一鋪出嚟話我哋唱一首歌嚟，真係出嚟播一鋪啊！佢真係播鋪。佢攞埋調轉喎，你要調轉唱喎。OK， 靚仔好多，靚仔好多，靚仔晒，靚仔晒。方力申。難道從後路可以望穿我心裏痛神窩？正面像全裸遮醜的鋪，就別來督破。願這歌悲到一轉背，人間都忘掉我。尚有沉重的幾句，非要唱不可。世事沒如果，別再期盼如果。明明放的你經已唱新歌，我尚在如此，不知走唱着別離開我，失去你，唯有等歌迷去喜歡我。好撚誇張㗎，專業㗎，哇好聽，好撚誇張，好撚誇張啊！我鋪你好撚誇張啊！有請煤氣罐俾分。本身想俾10分嘅，但可惜係女，所以就8.8分啦。嚇！咁難啊？邊有咁樣俾分㗎？盜墓警村想 DQ 個裁判得唔得？講真，我俾分前我覺得要 DQ 咗呢個裁判咯。佢唔係女，你扣咗1.2分係戇鳩㗎啦。佢所有音準，佢成個 performance 係冇得挑剔嗰啲嚟，佢設備又專業，呢個就係一個。我聽完之後，我忍唔住企起身拎個心心氣球出嚟，只能夠講10分。好。咁爸爸就話咧，呢個就10分，我有好完美啊！係冇揾唔到嘢彈佢啊！佢自己加嗰啲轉音都已經係好撚完美嘅。使唔使陪聽到出街啊？冇管動今次使唔使陪你出街啊？我都係俾10分嘅。原本諗住俾12分，但係要扣2分，1分係佢用聲卡出貓，另1分就係以為佢攞個吉他出嚟真係彈，點知係鋼琴，呃咗我感情。但係好撚好聽嘅真係。我陣間要簽名啊，播一鋪。我調一調整啊，9.6。我想簽你啊！我哋樂天集團想簽你啊！多一個10分你，我俾11分你。好，我俾11分你。你嘅 performance 真係完美到仆街。我俾11分你。原本俾12分嘅，但因為你我仔，驚俾人話我做馬，我俾11分你啦。已經做啦。我哋聽完咁好聽，我哋再聽埋最尾一個9條聲聲出嚟唱歌。時代追翻嚟。哇！喂，呢個裝扮。你再度接觸 Your love forever， 閉上眼看過天空，閉上眼再次追蹤。乍看世界已消失，描繪當然氣質，沉重過哭泣也值得。憑着記憶跟你我想問你鹹酸菜要配咩？牛蟹、荷蘭豆咧？豬蟹，掟8分啦。㗎嘛。非常之滿意啊！滿意。滿意。緊張到走音啊！我有走音。啱啱有個位爭啲 crack 啊！多謝我全家上下，包括我幾個妹，我老豆喬治科，我2個妹，一個温子，一個博斯尼，一個細佬温泉，仲有薄扶林，多謝佢哋。
冇佢哋嘅支持，我係呢個獎，呢個獎係屬於大家嘅。多謝大家。